天气一个变化，这农产品就受作用啊。来看这台南总产量上介悬的后壁区杨芳瓜，这阵是因为这天气伤过冷啊，杨芳瓜拢袂大。另外，这山野的花期同款受到影响，就农民讲这7月采收的，到时阵产量可能会减一半，这也显示着气候变迁冲击着农业会愈来愈明显。农民们咧甲杨芳瓜装箱，准备要出货。因过台南后壁杨芳瓜伫2月底就开始采收，不过今年气温较低，地属延到3月中才陆续采收。这摆果子的bàn头嘛，因为气温影响变较细粒，因为每收12公斤的箱仔装7-8粒就满，这摆就需要11粒才会满。这农民讲，这款状况较罕见。进前一粒弄会当2斤3斤啊，基本上大概减少个2成啊，比较冷啊，冷的时间太长了。成熟的时阵吼会拖较长，但是因为凉冷的影响之下，阮的甜度其实拢保持掉的。目前一粒杨芳瓜平均1300公克，比往年减200公克。另外拍卖价销是创新高，1公斤飙到300块。虽然价销好，不过有农民指出量嘛是无出来。1公斤平均吼拢有260块左右啊，上摆吼均价嘛150块，拢比起以往吼拢加30-40块以上。气候异常影响的唔干那杨芳瓜、山野嘛是，即阵当是花期，对年初开始经过3摆大雨甲低温的冲击，地属花无都受粉，有的甚至个炭厝病，叶会发乌，果子会冷气。农民估算7月采收的时，产量会减半。到2到3批花到目前为止，最后这一批花都不断的有寒流跟下雨，所以对我们的影响，我是觉得可预期的是蛮大的。如果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损失大概至少要1半。气候变迁的影响愈来愈明显，花期乱，果子无结果，靠天食饭的农民生活真辛苦。气候变迁成做农业上大的挑战，农民希望政府会当提早应用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